三重埔的建案造成边的公寓起气，这营造商是赶紧进行补救。有学者认为，虽然补强了后，技术确定无问题、无安全的疑虑，不过民众也是会心惊惊。长期以来，就对这个厝价真不利，所以学者就呼吁市府爱监督，卖当考虑归起，把这个厝买落来，途经中建。 大楼外口用封锁线围起来，甲两车是伫工地头前，一直对地面下骹来补水。三重埔富良路建案挖落去，造成隔壁两栋厝倾落去。为着维护地下水位有悬价差，所以营造商已经进行工地灌水才应变的改善设法。兼顾财政补强了，建筑部感就法度保证安全。受影响倾斜比较严重的这栋建筑下面的这个基地的下面的这个地质去做改良，跑掉的。 泥沙跟土用地质改良方式让它重新恢复支撑力，那在同时间再予以外推力把它推浮层，就是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做的。学者讲，财政了建筑部虽然伫专业技术签证之下，讲安全无问题，不过对民众来讲也有心理的阴影。长期来讲，这建案有损害，赔价也无好，市府应该监督建商爱负责任，考虑用修补也是合建方式进行，都是更新定期。 做一摆解决建筑安全的问题，是一个很漫长的路。哦，说真的，那一种对大家来讲啊，也是一个很困扰啦。经过工会技师他们的认定合格，这样来讲，大家如果能住进去安心，那以这个为前提了。当你的倾斜率其实超过这样子的法规规定的一个极限值的情况之下，当然拆除重建就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反之以法规的角度来讲，它是在还是一个在容忍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话，不管是结构补强或扶正工法的这一些，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去做使用，这个也是一种选项之一啦。 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讲，这两栋建筑物的厝车的情形，若是伫可用林的范围内，再适用结构补强也是财政工法来恢复原状方式来处理。而且因为拆除定期也开设应急分配，受损户开发商这相关的权益，爱对经济方面来做完整的评估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